今日咧，我哋嚟講一個咧好唔同嘅處理壓力嘅方法。呢個方法同你同我平日成日聽到嘅你要冷靜啲嗰一套，其實係完全兩回事。我哋想一齊探索下咧，究竟點樣先至可以真正幫到我哋嘅身體去完成佢嘅壓力反應循環。我諗大部分人咧都應該有呢一種經驗。有人叫你放鬆啲，結果通常咧都係冇乜用，係咪？有陣時咧會令到你更加嬲、更加火滾。呢種最常見嘅建議之所以會失敗咧，其實背後咧係有好深嘅生理學嘅原因。冇錯，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成個分析嘅核心觀點。要處理呢一啲嘅情緒，關鍵其實唔係靠你嘅意志去壓住佢，而係去理解、去回應我哋身體最直接嘅生理反應。好，咁我哋先深入了解下呢一個矛盾位。點解我哋最習慣用嚟應付壓力嘅方法，反而會令我哋感覺到更加差呢？首先，我哋要認識下我哋身體入邊嘅總指揮官——自主神經系統。佢基本上咧係一套自動化嘅生存機制，只要一偵測到任何嘅威脅，就會立刻啟動我哋成日都聽到嘅戰或者逃嘅反應。當呢個模式一打開，你就會覺得心跳加快、肌肉繃緊、呼吸都會變得好急促。呢啲唔係隨便發生嘅，其實你嘅身體正喺度動員緊大量嘅能量，準備要打長交或者係即刻轉身走人。呢個係一種純粹為咗生存而出現嘅本能。咁問題就嚟啦，呢一點就帶出咗現代人面對壓力嘅核心困境。我哋身上嘅呢一套古老嘅生理機制，同我哋而家嘅生活現實中間其實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大嘅落差。你睇下呢一張圖啊，其實佢將個問題講得好清楚。左邊呢係遠古嘅時代，你一見到隻獅子，身體即刻啟動咗戰或者逃嘅反應，然後你真係會走，或者你真係會打嘅。好，咁呢個生存循環咧就完成咗啦。但係你睇下右邊嘅現代生活，當你收到一封壓力好大嘅電郵，一樣會觸發你身體完全相同嘅反應。但你實際上會做啲咩嘅動作呢？就係靜靜咁樣坐喺張凳度，呢個就係關鍵啦。你嘅身體咧其實已經準備要打一場仗，但呢場仗咧從來都冇真正開打過。所以從神經系統嘅角度嚟睇咧，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未完成嘅生存循環，嗰啲能量全部卡住咗喺身體裏邊，唔知應該去邊。咁呢啲被困住咗嘅能量，同埋呢啲未行完嘅循環，究竟會帶嚟啲咩嘅後果？呢個咧就好似咧你同一時間踩住油門又踩住剎車。當你嘗試用意志力去壓制身體嘅本能，你嘅神經系統收到嘅信息咧就會變得非常之混亂啦。佢一邊同你身體講有危險啊，快啲走，但同一時間咧又同你講唔好喐啊，留喺原地啊咁樣。呢一個嘅信息傳到最後咧，其實只係得一個結論：有危險，但我被困住咗，我喐唔到。呢種身體入邊嘅衝突，通常都係只得兩種結果。一係咧，你嘅焦慮感咧會不斷咁升高，因為身體嘅警報一直都冇解除。又或者咧，你成個系統咧為咗自我保護，索性咧直接關機，令你變得麻木抽離。你要避免能量過度消耗。呢張圖咧就好清楚畫出咗呢一個來回擺盪嘅過程。我哋嘅神經系統可能會喺代表焦慮嘅高度激發狀態，同埋代表麻木關機嘅低度激發狀態之間盪嚟盪去。就係揾唔到中間嗰個最穩定、最安全嘅平衡點。呢一句嘅引言，我覺得提供咗一個好有力嘅全新角度。有陣時咧，我哋以為係壞習慣嘅行為，又或者甚至係上癮嘅行為，實際上咧，可能係我哋嘅身體喺一個好絕望嘅狀態之下，自己諗辦法想去自我調節，想擺脫呢一種被卡住咗狀態嘅一種策略。好啦，既然我哋已經明白問題出咗喺邊度，咁跟住落嚟嘅部分呢，就係非常之實用。我哋一齊睇下呢，究竟有咩嘅具體嘅方法可以幫助我哋完成呢一個壓力循環？呢句説話請大家一定記喺心裏邊。我哋嘅目標唔係只係表面上睇落好冷靜，而係透過完成咗成個生理循環，達到一種真正被調節好嘅狀態。呢一點呢係非常非常之重要。你係冇辦法用道理去說服你嘅神經系統，話而家好安全，你一定要用身體嘅語言，即係物理行動嘅語言嚟到向佢證明呢個威脅
已經係解除咗。咁具體可以點樣做呢？呢度有兩個非常之簡單而且好有效、好好用嘅方法。第一個就係透過動作，嗱，你可以試下咧揈下手腳，伸個懶腰。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喺度模擬緊。嗱，你睇我已經用咗氣力啦，我已經成功逃走咗啦。第二個咧係透過聲音，例如係長長咁樣嘆一口氣，又或者哼一首歌。嗱，呢一啲嘅動作咧都會直接刺激我哋嘅迷走神經，向身體發出一個最直接嘅信號，同佢講警報解除咗啦，我哋而家安全啦。所以總結一下，我哋需要將個焦點由點樣用意志力去控制情緒，轉移去一條全新嘅問題。咁你點樣知道呢一個循環完成咗未呢？嗱，你嘅身體咧其實會俾信息你嘅，你可能咧會好自然咁深深嘆一口氣，感覺身體好似暖咗，手腳變得沉穩踏實，又或者咧突然之間咧好想坐低休息。呢一啲咧都係神經系統翻返去安全狀態嘅標誌。所以我哋以前成日問自己嗰條問題，嗰條成日令我哋好挫敗嘅問題，我應該點樣先可以快啲冷靜落嚟呢？其實可能我哋一直都問錯咗方向。真正有力量嘅，真正能夠幫到嘅問題係問自己：我嘅身體有冇完成佢需要完成嘅循環呢？下一次當你感覺到壓力嘅時候，不妨咁樣問下自己，因為你嘅神經系統嘅需要，從來都唔係你表現得好冷靜，而係一次真正完成咗嘅，令佢打從心底裏邊感覺到安全嘅結尾。